大家好啊，歡迎嚟到少女乾坤，我係賢佩師傅。今日我哋嚟傾一傾12生肖2026年新曆6月，即係農曆嘅甲午月嘅月運勢。2026年甲午月嘅時間係由新曆嘅2026年6月5日芒種開始，到2026年7月7日小暑之前結束。呢段時間就係命理上邊嘅甲午月。呢集影片係分享各個生肖嘅整體月運勢，係賢佩老師嘅用心製作嚟㗎。除咗有充實又實用嘅內容，仲有好暖心嘅建議同埋祝福嘅。請大家一定要睇到最後喎。喺進入正題之前，請各位記得訂閱我個頻道，點開小鈴鐺同埋全部通知嘅選項，咁先可以根據運勢嘅走向，及時調整你自己，趨吉避凶嘅。如果睇完之後覺得啲內容對你有幫助，亦都請你可以分享俾你嘅親朋好友嘅，等屋企人同埋好朋友可以提前做好規劃同埋準備，迎接新嘅一個月嘅來臨。要知道分享善嘅知識其實都係一種布施嚟嘅，可以為你種下善嘅種子。接落嚟我哋就正式進入甲午月嘅生肖整體月運勢。屬虎嘅朋友咧，喺呢個甲午月就會經歷一場能量大逆轉啦。正所謂撥雲見日，氣勢如虹。睇翻上個月癸巳月，大家係咪覺得好似周圍都俾人箍實，前後夾擊，焗到唞都唞唔到氣呢？呢個就係人字形害嘅雙重夾擊，搞到你對個個都信唔過。明明一身本事，但點都發揮唔到。但係到咗呢個月，能量場一轉，之前係滿地荊棘，寸步難行嘅，而家係陽光普照，一條大路任你跑啦。甲午月咧係帶住雙重嘅人午半合嘅強大和合能量嚟嘅，即係上個月所有嘅阻滯、紛擾同埋小人都會連影都見唔到啦。貴人、機會、合作呢三樣嘢會變成你乘風破浪嘅最大推動力。呢股雙重半合嘅力量就係今個月嘅核心主題嚟嘅，佢代表公開嘅合作、鼎力嘅支持同埋眾望所歸。接落嚟我就同大家深入講解下喺呢股順遂嘅能量下邊，屬虎嘅朋友應該點樣把握良機，將你嘅運勢推向高點。第一，事業同學業由孤軍奮戰到眾星拱月。首先講講事業同學業，上個月嗰啲俾人懷疑、俾人孤立、焗到唞都唞唔好氣嘅嗰種狀態咧，今個月即刻嚟個大翻身啦。今個月嘅新關鍵字就係雙重人午半合，即係話你會由原本嘅孤軍奮戰嘅困局變成眾星拱月嘅核心。你嘅才華同埋努力終於會俾人睇到，俾人認可。之前停滯不前嘅項目會因為團隊嘅凝聚力提升咗，一下子就可以加速推進啦。對於學生嚟講，同同學、老師之間嘅溝通會順暢好多。小組嘅合作、學習嘅效率都會大幅提升嘅。不過咧，賢佩老師要提醒你，呢股強大嘅助力係嚟自於人嘅，所以今個月嘅策略就係積極合作、主動出擊，大膽分享你嘅諗法啦，主動參與合作，對住人哋善意同埋邀請要積極咁回應。呢個係你奠定未來成功、攞到升職機會嘅黃金時期嚟嘅。不過呢，各個五行嘅屬虎朋友喺事業上嘅際遇可以話係一個天上一個地下。身強嘅金虎今個月官運亨通，有得升職，有得上位。但係身弱嘅金虎咧就係官殺公身啦，壓力大到頂唔順，甚至有要幫人哋孭鑊嘅風險。想知道你究竟係升官嗰類定係孭鑊嗰類呢？點一點評論區置頂嘅鏈接，可以睇一睇你屬於邊一種嘅。第二，財富運勢由破財擋災到合作生財嘅。到講財運呢一邊啦，上個月嗰啲俾小人搞啦，俾糾紛累到破財嘅煩惱，今個月可以鬆翻啖氣啦。雙重嘅人半合一出，代表你嘅財路會由守變為攻，尤其係靠合作嚟揾錢。呢個月嘅主題就係共贏，財富就喺你嘅人脈同埋可靠嘅合作夥伴手裏邊。雙重嘅人半合強化咗合作生財同埋貴人引財嘅意象。你可能經過朋友介紹攞到啲好正嘅投資機會啦，同人合夥嘅生意回報率都會高好多嘅。正財方面咧，份工做得順，會直接喺你嘅人工同埋花紅上邊有提升嘅。賢佩老師教你今個月嘅理財策略就係用開放嘅心態接住合作嘅機會。
同信得過嘅朋友一齊分享成果，財富嘅蛋糕就會越做越大啦。不過咧，就唔係個個都咁好彩啦。身強嘅水虎今個月行食傷生財嘅，用個腦去揾錢，財運勁到爆。但係身弱嘅水虎咧，就係跌入咗身弱不勝財嘅陷阱啦。表面睇落周圍都係機會，但係咧，其實全部都係破財嘅陷阱嚟噶。千祈唔好心紅紅咁去投資。想唔想知你嘅破財陷阱喺邊度呢？點一點評論區嘅鏈接，即刻可以睇一睇。第三，感情運勢由相看兩厭到如膠似漆。講到感情運呢一邊啦，上個月咧嗰種成日俾人懷疑、成日嘈交嘅關係咧，今個月會迎嚟一場戲劇性嘅升溫同埋修復。雙重嘅人五半合嘅能量喺感情世界裏邊係最強嘅和合劑嚟嘅。單身嘅朋友，你嘅魅力咧今個月會爆晒棚，人緣大開。記得一定要行出去，積極參與朋友嘅聚會啦，團隊嘅活動，由朋友介紹嘅對象咧，成功率好高嘅。咁有伴侶嘅朋友咧，呢股能量就係你哋關係修復嘅黃金期嚟啦。上個月嗰啲誤會同埋隔閡咧，今個月有機會徹底冰釋前嫌，兩個人溝通順晒，更加識體諒對方嘅，係時候安排一場浪漫嘅約會，重溫熱戀時候嘅嗰份甜蜜啦。合都代表住鞏固同埋承諾嘅。傾下未來嘅規劃會一拍即合嘅，但係雙重人半合嘅呢把火，對於唔同五行嘅屬虎朋友嚟講，點燃嘅可能係愛火，亦都可能係戰火。比如身強嘅金虎女性朋友，今個月官星明亮，容易遇到啲條件優秀嘅正緣，但係身強嘅火虎就係因為比劫太旺、太自我啦，好容易同伴侶嘈交，甚至乎捲入感情嘅競爭嘅。想睇下你嘅桃花係正緣定係爛桃花？點一點評論區嘅鏈接就可以睇到你屬於邊一類啦。第四，健康運勢由身心受損到元氣滿滿。最後講健康運嘅，上個月嗰啲又刑又害，搞到你身心都係高壓損耗嘅狀態咧，一入咗今個月甲午月，你就會迎嚟徹底嘅能量補充啦，狀態回升。雙重嘅人五半合暗示住咩啊？心情靚就係最好嘅藥。上個月嗰啲因為壓力、因為鬱悶搞出嚟嘅失眠啊、焦慮啊，今個月會自然咁好翻晒。精神一放鬆，你成個身都跟住會覺得輕鬆晒啦。你會覺得精力充沛、神清氣爽嘅。雙重人五半合火影響住你嘅活力會徹底咁被激發起身，一掃之前嘅頹廢狀態。研判老師要特別提醒你，今個月係養精蓄銳、增強體質嘅最佳時機嚟嘅，多啲去戶外運動，等自己出下汗，將體內嗰啲積落嚟嗰啲濁氣全部排晒出去，由內而外咁搞翻正自己。不過咧，呢股火熱嘅能量對於健康嘅影響，唔同嘅屬虎朋友就真係冰火兩重天啦。身弱嘅火虎朋友就好似久旱逢甘露，能量飽滿，元氣十足。但係身弱嘅金虎朋友咧，就係火克金旺，官殺宮身，成日就會覺得攰賴賴，健康咧好容易出問題嘅。想知道你嘅健康紅燈亮喺邊度呢？撳一撳評論區嘅嗰個鏈接，即刻可以睇到你屬於邊種嘅。以上就係今個月嘅整體運勢分析。但係研配老師要提醒你，同樣嘅一個生肖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嘅運勢咧，完全唔同嘅。而身強身弱嘅差異更加係一個天上一個地下。有人今個月財運爆棚，有人反而要打一場能量保衛戰噃。你屬於邊一種呢？可以撳一撳評論區嘅置頂鏈接，填寫你嘅生日，我就會同你計出你嘅專屬五行生肖同埋身強定係身弱啦。而且會話俾你知今個月嘅特別注意事項，知道自己嘅五行同埋身強身弱，先至可以真正好好利用今個月嘅月運勢噶。希望對你有幫助啦。我係研配師傅，我哋下一期再見。